讲到这以下伫咧加沙的冲突已经9个月，将有可能要得收煞咯。这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表示，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。不过双方拢无讲到这协议的内容。也若放进一个谈判，美国也表示讲有重大进展。不过以色列的人质家属20和政府会谈了后，认为官方无甲救进这个代志放大声，非常不满。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加沙的冲突已经9半月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对路透社发表声明，讲已经甲以色列达成停战的协议，不过双方拢无提供协议详细内容。也若来做公亲到协调的卡达，嘛无讲到包括交换人质或者是停火等等协议的细节。另外，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，加沙走廊的人质放出来，就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讲法，白宫20日嘛做出回应。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aid yesterday, we believe we're closer than we've ever been. Bring them home now. 根据以色列的统计，哈马斯的攻击拢总造成1200人死亡，会当讲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，即嘛9半月过去啊。去互哈马斯绑票的买240个人质的家属，20甲国会议员，还有以色列的战争内阁见面，对政府干那想要消灭哈马斯，煞无甲人质的安全放伫第一的这个态度，家属是真不满。הילדה שלי בבית, לא לרצות שום אויב, נורא פשוט. אני רוצה את הבת שלי בבית. 以色列地面部队顶礼拜讲，伫加沙的西法病院内底发现哈马斯的武器了后，20国讲，因伫加沙北部清真寺的地下找到哈马斯的武器制造厂，还有地下矿坑。 נמצאה פה מעבדה של רקטות ויכולת של החמאס, שמראה איך החמאס משתמש במסגדים לרצח נשים וילדים.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统计，从10月初7到达，有要13000个巴勒斯坦人伫以色列的轰炸当中不幸过亡，其中包括至少5500个囡仔。以色列20日公布一段影片，显示以色列的士兵协助炸散的红鞋仔为西法病院摕入去埃及。不过世卫组织的官员讲，28个疏散去埃及炸散的红鞋仔内底有10多个情形是真危险。另外，世卫组织嘛烦恼讲，加沙的民众伫卫生条件歹的环境当中生存，恐惊会有感染疾病的情形。公司新闻，新乐培编译。